日外潭的水库已经有9成满，也毋过码头的设施有真侪危害去，管理处讲会赶紧来修理，希望疫情解除了后，日外潭的观光回到往日的好光景。 日月潭的水位持续的回升，湖光山色的美景搁出现啊，和城里人真欢喜。希望讲会使赶紧解除3级的警戒。解封之后呢，游客能到日月潭来玩玩，这是我们的期待，大家有钱赚。这个暑假的时候看能不能大家都做一点生意啊，无安尼大家嘛拢挡袂掉啊。 依照水利署的资料，日月潭水库的水量已经接近9成，相信过无偌久，水位就会使回升到海拔748公尺的满水位。所以未来看梅雨的量当然还是可能有机会会恢复往常的一个趋近满水位的一个状态。 水位关系差不多有15公尺，或者日月潭码头引导拢害了，影响游客出入的安全。是整个一个疫情的状况。 还有这个评估整个一个修复码头的一个完成时间后，再来整体评估整个一个码头开放营运的时程。目前因为3级的警戒，店面、饭店、游艇业者拢无做生意，看到日月潭的美丽风景，大家拢期待讲赶紧个开放观光。